各位街坊注意啦，白灼蝦應該係凍水落鑊定係滾水落鑊？好多街坊朋友係連第一步都做錯咗，難怪整得唔好食。今日咧分享一個海邊老漁民做法，整出嚟嘅白灼蝦比出邊大飯店嘅仲要好食。首先10蚊2斤嘅蝦，先將蝦頭剪走佢，順便將蝦腦同埋蝦線攞出嚟，跟住落一殼鹽，倒入清水清洗乾淨。驚記唔住嘅，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。起鑊煲水，加入蔥段、薑片、一殼鹽，再倒入適量料酒。呢度注意啦，白灼蝦千祈唔好凍水落鑊，一定要等水滾，將薑蔥嘅味道煮晒出嚟之後，再將蝦倒落去。滾水可以令蝦快速收緊，蝦肉更加緊實 Q 彈。水滾之後煮佢1分鐘就可以撈起出鑊。咁樣整出嚟嘅白灼蝦，肉質香甜爽口，而且口感特別 Q 彈勁道，真係比大飯店整嘅仲要好食。你學識咗未？關注我，每日教你煮飯小技巧。